有台湾歌剧教父称呼的詹道雄，伫这个月30要登去中华，也就是伊的故乡，举办一公益音乐会，会安排宗教歌剧、还有舞蹈，互民众唔免开钱，就当看到国际级的表演。舞蹈家蔡培玲带来弗雷明哥精彩舞步，就连台湾歌剧教父詹道雄嘛踮咧顶当。詹道雄受中华市公所邀请，这个月30要登来故乡中华举办公益音乐会。国家音乐厅的表演一场门票起码都要2、3千块以上啊，他愿意回来返乡返乡做公演而且是公益的演出这起来非常感动。詹道雄这边的公益音乐会安排11首歌曲参3支的舞蹈表演，其中上特别的是詹道雄甲歌剧塞维亚理发师加入台语歌词，以中华景色甲古迹做主题，编写出中华上歌。中华是好所在，伊是白龙溪甲水牛的故乡。伊北边有一个大渡溪，南边有一个都是个阮鹿港龙山寺的大舞台。我弄在下水，我叫大家做唱啊。很荣幸可以跟曾道雄老师一起参与他的音乐会。我相信在整个现场音乐跟我们舞者的搭配之下，会非常让大家有非常戏剧张力，然后也有画面感这样子。中华市公所表示，詹道雄教授全世界表演透透，这边真难得邀请伊登来故乡。音乐会提供1000张免费的门票，予民众来睇，希望大家拢会当欣赏到国际级的音乐表演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